賣4歲仔仔俾網友光交，媽媽話後悔啊。經審訊之後，32歲嘅媽媽被裁定串謀男網友唐立漢同4歲仔仔作同性光交罪成。雖然佢而家深感悔意，但由於當初唔認罪，對減刑係冇幫助。7年之前，佢上網識救唐立漢，為咗得到對方每次幾千蚊嘅貸款，多次同對方性交易。佢明知對方有戀童癖，仍然按要求3次帶仔仔去到對方住所，仲會令阿仔先食藥唔覺痛，再等唐立漢同仔仔光交。最終係因為同事發現佢嘅電腦對話揭發事件，唐立漢一度被檢控㗎，但後嚟又獲得暫時撤控。媽媽表明願意協助警方，但控方未決定係咪接受。律師尋日就話：冇明顯心理問題嘅媽媽願意放棄仔仔嘅撫養權，等佢長大成人先至相見，唔會有重犯機會。而且仔仔健康正常，冇永久或者長時間嘅心理同生理影響。但法官就指，媽媽為咗錢而犯案，實在係匪夷所思，社會大眾能夠接受。考慮到佢仔仔只得4歲，加上佢協助餵養等等嘅因素，認為判刑要有阻嚇性，同時帶出法例保護兒童嘅意識，最終重判佢入獄11年。